tôi nó cái chỗ cô ta tỏ cô chó tôi này rồi lúc có lên từวันที่8น่ะchỗ ấp hạ cổ sang lúc nổ môi ya lúc sắp hết chầu loại dạy cường cầu đó nè经过好运的加入老片啊，这个钱，原来你我了解问题，我老要知，俾啲我都拿，俾出牌就这些。现在在讨论中间，他好像说这个在工厂中，到这个在工业的有今天，让他的高点在今天说的工程的时候也都用到这个，搞得大家刚刚又好。然后在工程间或者工厂中，在说的后来，那边有情况，第三边有情况，更加紧急，我们必须有人准备。另外，那么大概懂这种国家的，就是要准备，那还准备到了，大家有这个要高要我们所说的责任，在中国家的才有责任责任，都要好好的准备啊，才能够。中国山水嘛，是吧？在东北、东北的，在老家就是有有这个暑假，哎呀，我呀，有被别人，被别人，我分享什么？他怎么样？我在我身上有被别人用啊，我这个情况有这两个电话没有有被别人在，这个说好了以后，我那个这个跟他在我说，我有这个，我在这个是以后呢，那年后肯定说钱啊，我说的好钱好说的，
问题，越来越